所有人都喺度瘋狂唱好2026年香港樓市，機構更加高，叫全年大升2成，買家一窩蜂入市搶盤，點知手揸12000資產喺香港銀行，反而趁住所有人最樂觀嗰陣，整正雞大規模放售木業，清理壞帳。點解樓市明明睇落每年數據全線向好，最專業、消息最靈通喺銀行資本，反而逆市走貨？今日呢條片，我會用全網最完整、最硬核嘅一手數據，拆解呢場好多人都睇唔明解樓市假象，帶你睇清2026年下半年香港樓市真正底牌，避開大部分散戶可能踩中啟致命大坑。先俾大家睇一組完全反程寫，越諗越驚啟核心數據，徹底顛覆你對而家香港樓市啟認知。2026夜深半點，香港樓市設立2週年，市場走出一波相當強勢凱回暖行情，差響木業估價署數據清清楚楚。私人住宅售價指數連升13個月，上半年嘅升幅達到7.88%，按年升幅更加高達12.7%。無論係中原城市領先指標，定係官方估價數據，全部同步向上。各大地產機構集體唱好，唔少資深越南人士更加直接預測全年樓價升幅有機會突破2成，成個市場都充滿全面復甦、大膽入市啟樂觀氣氛。但就喺全民狂熱睇升，散戶紛紛入場接貨嗰陣，香港銀行業啟操作直接同市場情緒完全相反。根據香港經濟日報統計，2026年3月全港住宅銀主盤數量只得188個，連跌3個季度，創2023年6月之後11個季度新低。當時好多人都覺得香港樓市啟壞帳風險、斷供風險已經差唔多出清，後市應該穩陣。點知只係4個月之後，去到2026年7月底，全港銀主盤存量直接急升到429個，由188個升到429個，短短4個月數量唔止翻倍，升幅超過130%。單係7月份1個月，銀主盤就新增44個，單月升幅去到11%，增速完全超出所有機構預測。之前中原地產研究部仲保守估計，今年第3季銀主盤最多回升到240個，點知真實數據直接接近翻倍，遠超預期。呢個代表咩？代表銀行清理不良資產啟速度、力度同決心，遠比市場想象中更加猛烈、更加堅決。好多普通人根本睇唔明呢組數據有幾重要，我直接講白啲，銀主盤係咩？就係銀行資本啟斷供木業，係樓市真實風險啟程預表，亦係掌握核心資訊、擁有專業風控團隊啟金融資本，用真金白銀投出啟一票。散戶睇升睇啟係表面成交熱度，媒體利好宣傳同機構樂觀預測，但銀行睇樓市睇啟係真實債務風險、業主付款能力、未來現金流壓力同埋後市真正啟升跌空間。富士高進純資深董事總經理周偉成直接點破重點：今年樓價萎暖，成交活躍，買家充足，銀行正正就係捉緊呢個旺市窗口，加快委託放售接管木業，盡快收回拖欠債務，將資產損失減到最低。大家一定要睇明呢個底層邏輯，因為呢個就係成場樓市變局最核心啟關鍵。如果銀行真係睇好香港樓市後市，真係認定樓價會持續大升，咁最理性啟做法絕對唔係大規模低價放售，而係揸住資產等升值，等更高價先出貨。但而家銀行偏偏反其道而行，喺樓市最旺、情緒最樂觀嗰陣集中清貨，逆市放售。呢件事只反映一個重點：銀行對後市根本冇咁樂觀，亦知道而家啟回暖可能只係短期現象，真正風險仲喺後面，所以趁仲有人接貨，盡快落袋為安。而且今年新增銀主盤同以前有品質分別，3個全新特徵，每一個都喺度敲響樓市警鐘。第一，短期持有就斷供，開始變成主流，大量業主持貨不足3年就被迫斷供，俾銀行接盤，反映而家唔少入市買家根本唔係穩健長線投資，而係高行揀跟風入市，散戰擾非常脆弱，市場或者利率稍微有啲波動就已經頂唔順壓力爆煲。第二，風險開始全面擴散，銀主盤已經唔再局限普通轉售型住宅，而係蔓延到頂級豪宅、大型地皮同知名地盤啟優啟商業物業。星星地盤喺元朗啟優啟一整套物業，包括12個地下商鋪、19個七會、8個 sit still 單位，成套都變成銀主盤，意向成交價高達3億港元。美孚新村1個2房住宅銀主盤，最後以556萬港元成交，比銀行網上估價602萬低咗8%。直接折價放售。第三，銀行容忍度幾乎跌到0。以前業主遇到資金周轉困難，銀行通常仲會提供延期款盤、自募重組等緩衝方案，盡量避免木業要低價派賣。但由今年開始，銀行對逾期貸款明顯更加嚴格，幾乎唔再俾緩衝空間，只要出現逾期，就可能直接啟動接盤、派賣同清貨程序。大家要明白，銀行之所以變得咁強硬、咁心急，唔係隨便操作，而係俾龐大不良債務壓力同嚴格監管要求逼出嚟。根據彭博報道，香港銀行業目前正集中處理啟不良貸款總額高達2000億港元，亦
亦直接將香港銀行業不良貸款率推高到 5.01%， 創20年新高，20年最高不良率。再加上嚴格資本監管喉舌，銀行已經冇乜耐性，亦冇太多空間等樓市慢慢許亂。對精勇自高嚟講，壞帳拖得愈耐，損失就愈大，資本壓力亦愈重。所以趁而家市場仲有日丁日到，仲有資金接貨，集中批量放售，快速剝離不良資產，已經變成全行業一致策略。講到呢度，好多人一定會反駁，唔係喎。金管局最新數據明明顯示，香港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已經由 2.01% 回落到 1.87%， 創8個季度新低。呢個明明係資產質素改善啟利好信號，點解仲話有風險？呢個就係好多散戶最容易踩中嘅認知陷阱，只睇表面數據，睇唔明底層邏輯，最後俾所謂利好遮住雙眼。我同大家拆解呢個數據背後真正原因。不良貸款率回落，唔代表樓市風險消失，亦唔代表二次還款能力突然提升，更多係銀行主動加快清貨，限量剝離壞帳之後帶嚟改帳面改善。簡單講，唔係壞帳突然少咗，而係銀行將已經取有問題或者接近爆煲改資產低價賣走，快速核銷，令帳面數據好睇啲，但市場真正風險同樓市底層壓力並冇因此消失。畢馬威香港銀行業高級合夥人馬紹爾亦公開證實，目前銀行資產數據解散主要係前期障礙資產問題，貸盤集中出清啟結果，唔代表新增壞帳減少，亦唔代表市場基本面已經回暖。而更加關鍵係經歷2年風險洗禮之後，香港銀行對房地產貸款啟態度已經出現根本性而且好難逆轉啟變化。而家無論新批按揭、新增商業貸款定係新客戶准入，銀行審批標準同風險控制都變得非常審慎，信貸擴張動力明顯減弱，而信貸寬鬆同杠杆空間正正就係上半年樓市回暖最重要嘅支持。更加值得警惕係各大銀行內部對未來風險預測依然偏向悲觀。中銀香港直接預告，下半年地緣政治衝突、資本市場波動、高通脹、高油價等多重風險仍然存在，不良貸款率依舊有向上壓力。之後信貸只會更加審慎，唔會更加寬鬆。呢種收緊趨勢喺中小企層面更加直接、更加明顯。金管局2026年第二季中小企貸款狀況調查已經俾出非常清楚啟方向性信號。上一季只有 0% 受訪企業話貸盤收緊，去到第二季呢個數字直接升到 4%。唔好覺得 4% 好細，正總市場同樓市最怕就係趨勢反轉、風向改變，由0去到4，表面幅度唔大，但已經係銀行風險偏後明顯收衰啟信號。另外，今季有 22% 受訪中小企明確表示銀行貸款批核難度明顯提高。所謂貸盤收緊，唔單止係利率上升，仲包括降低信貸額度、提高抵押要求、縮短貸盤年期、收緊返盤條件等起值限制。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個核心邏輯：樓市從來唔只係靠自住供需撐住，而係同信貸寬鬆同巷間空間嚟撐翻。銀行全面收緊信貸，普通人買樓借錢更難，成本更高，巷間更低。之後樓市購買力自然會明顯收縮。可能仲有人會話唔緊要，本地購買力弱咗，仲有內地大量資金托底，上半年樓市回暖本身就係內地買家推動，只要內地資金繼續入場，香港樓市就唔容易跌。但我要講俾大家知，支撐上半年樓市最重要嗰股力量，內地跨境資金，而家各條通道都同步收緊，外部購買力托底凱紅利已經明顯減弱。我哋先睇上半年嗰組火爆數據，就會明白之後可能有幾大缺口。彭博同美領物業聯合數據顯示，2026年第一季內地買家喺香港置業總金額高達430億港元，直接刷新呢年同期最高紀錄。而且內地買家喺購買力同購買檔次明顯高過本地買家。今年頭4個月，內地客買樓價值中位數高達695萬港元，而香港本地買家中位數只得543萬港元。喺價值超過1億港元喺頂級豪宅交易入面，內地買價佔比突破50%，遠高過2025年嘅 40%。自從香港撤銷非本地買家額外印花稅之後，內地買價已經佔香港樓市整體成交2/3，成為核心拖底力量。但由2026年5月開始，各條資金通道監管全面收緊，內地資金赴港買樓難度直接高咗幾級。5月下旬，證監會重罰3間跨境負領養強生，進一步封堵違規跨境資金通道。香港各大銀行亦同步收緊內地居民開戶審核，嚴查資金來源。7月1日，內地新版對外投資規定正式落地，外匯管控進一步升級。大家要記住一條硬性紅線：內地居民每年合法跨境匯出資金，只得等值5萬美元額度。以前有啲人靠灰色渠道違規跨境上補、跨境轉賬避開限制，而家全部被嚴查封堵。更加關鍵係，內地稅務部門已經開始全面核查境外投資收益，香港保險分行、外匯物業租金收益都納入徵稅範圍。
統一按20%徵收個人所得稅。呢個代表內地投資者持有香港物業喺長期成本同持有風險都明顯上升，長線投資吸引力亦會下降。好多人會問，資金管控咁嚴，係咪完全冇資金再入嚟？又唔係。花旗研究俾出一個判斷，而家唔少內地資金受政策限制，只可以賣，唔方便再買，大量港元資金留喺香港市場，短期的確可能有數量流入樓市，支撐部分成交，但呢種支持本身係被動、短期，而且未必可以持續。等留港資金慢慢消耗完之後，新增跨境購買力可能會明顯下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承認，今輪監管收緊，雖然主要係針對非合規資金，但對市場情勢同後續入市意欲確實會帶嚟負面影響。亞泥機構普遍預計，外半年內地買家入息規模會比上半年明顯回落。原本靠外來資金拖住啟樓市行情，會失去一部分最重要購買力。外部資金退潮同時，另一個壓住香港樓市啟風險亦未消失，就係美聯儲加息預期同埋隨時上升啟港元拆息。好多人以為美國加息週期已經完，香港按揭利率亦已經見頂回落，但市場真正預期未必係咁。2026年7月，美聯儲議息會議暫時維持基準利率喺3.5厘至3.75厘區間不變。匯豐銀行亦維持最優惠利率喺5厘水平，不過唔少精養機構仍然認為年內仲有防禦性加息可能。經絡按揭首席副總裁柴曹德明解釋得好清楚，雖然6月份美國非農就業同通脹數據有所回落，令加息迫切性降低，但新任美聯儲2%通脹目標從來冇改變，再加上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溫，一旦通脹再次反彈，年內仍然可能加息。而香港樓市按揭成本亦避唔開美國貨幣政策喺聯動影響。截至7月30日，香港一個月銀行同意拆息維持喺2.68厘，而家主流 H 按計劃喺 H 加1.3厘，封頂息率3.25厘，即係話拆息要跌穿1.95厘，普通業主供樓壓力先會真正減淡。但目前香港銀行體系結餘維持喺541億港元低位，拆息大幅回落喺空間相當有限，而柴普遍預計短期一個月拆息會繼續喺2厘至3厘之間上落，大部分 H 按業主可能長時間卡喺封頂息率供樓，還款壓力唔容易明顯減輕。大新金融受洗經濟策略師溫家偉更加直接提醒，今年下半年美聯儲有機會再加息一次，一旦供應鏈波動推高通脹，服務同能源價格持續向上，而美國再加息，香港港元拆息亦可能同步被推高，維持喺2.5厘至3.5厘高位區間。瑞銀亦俾出風險提示，只要美聯儲再次加息，香港各大銀行有機會撤回而家2.73厘啟低息定息按揭產品，市場按揭成本可能整體上升。而家市場已經有超過20%買家主動揀定息按揭，避開浮動利率風險。呢個數字本身就反映市場避險情緒。如果大家真係一致睇好利率向下，樓市平穩，就唔會有咁多人願意鎖定較高息率。普通買家都喺避險，普通業主亦喺提防加息風險。樓市又點可能一直單邊大升？利率上升，供款壓力增加，最直接後果就係可能出現更多斷供個案，進一步推高銀主盤數量，形成利率上升、斷供增加、樓價受壓，盛大收緊啟惡性循環。講到呢度，好多人會問，既然風險咁多，隱憂咁大，點解上半年香港樓價仲可以連升13個月，租金仲一路創新高？呢個就係我最想講解重點。而家樓市回暖，好大程度屬於自有同行情慣性，上升動力其實已經開始減弱，轉窄位可能慢慢出現。我哋先睇最新官方數據，2026年6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按月只升 0.3%， 升幅已經明顯放慢，反而租金指數按月升 0.93%， 連升8個月，再創歷史新高。樓價升幅放慢，租金持續走高，本身就係樓市後勁不足其中一個信號。簡單講，供需足令需求托住租金，但買樓同投資需求已經冇力再大幅推高樓價，市場上升動力出現脫節。再睇成交數據就更加明顯。6月份受外賣地緣極十同世一擺賽事分樓影響，香港一手樓盤成交只得800幾宗，相隔17個月首次跌穿1000宗。成長量通常係樓價先行指標，成長量率先大跌，樓價之後自然有機會跟住調整。到7月，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更加直接出現分化，市場指數兩升兩跌，市場後悔參半。結束之前單邊向上強勢行情，原本非常樂觀嘅人士亦開始調低預期。中原亞太區副主席陳龍嘅6月仲預測下半年樓價升5%至8%，全年升幅有機會衝2成，但只係1個月之後，去到7月底就直接調低預期，下半年嘅升幅只維持3%至5%，短短1個月預測廿調3個百分點，已經足以反映市場轉弱速度。各大國際投行態度亦相當審慎，摩根大通維持全年升10%至15%嘅預測。但明確指出，樓市短期已經進入休整期，
下半年整體以區間上落為主，唔會再單邊向上。戶口銀行更加預測，下半年樓價升幅會明顯放慢，全年升幅只有 8.5%。我哋可以計一筆好直接解數，上半年香港樓價已經累計升 7.88%， 如果要做到全年2成升幅，下半年仲要再升接近 12%。喺而家神交縮、資金退潮、利率高企嘅環境之下，難度相當高。就算只係做到全年升 10%至15%，下半年都仲要持續升 2%至7%，阻力一樣唔細。好多人成日攞負資產大幅減少當成樓市去亂鐵證，其實呢個亦係一個好典型嘅認知誤區。金管局數據顯示，2026年第二季香港負資產按揭大盤有4356宗。比第一季11,424宗大跌 61.9%， 涉及金額亦減少 64.4%， 創12個季度新低。年內負資產宗數大跌接近80%。表面睇呢個好似係樓市消復，風險出清啟大利好，但再睇細節，隱憂其實仍然存在。雖然負資產總宗數同總金額大幅下降，但剩低嗰批負資產大盤托前比率反而由 0.5% 升到 1.25%。我用最簡單方法解釋，而家有能力解套離場嘅業主，好多已經趁機賣樓走咗，剩低仲要頂住負資產嘅業主，當中有部分就真係現金流出問題，反款能力較弱，被套得比較深。市場表面風險少咗，但剩低存量睇壞賬同違約風險反而可能更加集中。而且大家唔好忘記，官方負資產統計只包括銀行一案大盤，市場大量二案、私人大盤同高息融資並冇完全計入。如果將所有隱性負債都計埋，香港樓市真實負資產規模有可能比官方數字更高，實際風險亦未必完全反映喺表面數據入面。如果住宅市場風險係慢慢發酵，逐步浮面，咁上壓呢場風險就更加直接，已經集中擺上台面。好多人只睇住宅樓價升跌，忽略上壓呢場先係香港樓市另一個重要風險區。工商鋪、寫字樓、大型商廈同地皮批量出現壓力，正逐步演化企業層面睇債務問題。2026年6月，香港工商鋪買賣成交436宗，成交額47.44億港元，按月同按年都大幅上升。表面睇好似好旺，但以南人士都明呢一波成交量上升，好大程度係銀主低價放盤、折價清貨帶動。中遠工商鋪董事總經理潘志明直接講明，現時工商鋪成交熱度好大部分來自銀行低價資本盤放手，平價筍盤吸引資金撈底，表面係量升，實際係加跌，市場未算真正回暖。近期多宗超大型銀主盤成交就係最明顯例子。樂豐計款持有喺大角咀全幢商廈，被新加坡財團以 7.49 億港元低價接手；鄧成波家族西貢全幢工廈以 1.73 億港元易手；上環白庭坊全幢商業木業亦直接用招標方式低價放手。再加之前提過星星計款元朗大型商業銀主盤，成個上印地田市場已經進入批量清算、批量還手階段。尤其係失州市場6月成交額大升 3.44 倍。表面睇好似行情火爆，其實主要係全幢銀主盤低價放手帶動，單筆幾億甚至10幾億喺銀行清貨交易，直接推高月度總額，但唔代表市場真正回暖。畢馬威調研亦再一次提醒，新型地產市場仍然偏弱，暫時未見明顯回暖跡象。優質豪心商廈租金仲算平穩，但回報率受壓，普通質素、風險較高嘅商業項目，銀行態度就非常審慎，信貸明顯收緊，商業地產風險某程度上比住宅更加集中。住宅背後多數係個人按揭，風險比較分散；商業地產背後就係大型企業、發展商同私募基金喺強額行間融資。一旦商業地產價格持續下跌，企業資不抵債，現行壞賬增加，信貸再收緊，就可能形成連鎖反應，最後傳導去住宅市場、消費市場同整體經濟，帶嚟更大震盪。講到最後，我哋將所有線索串埋一齊，2026年香港樓市真正局面其實已經幾清楚。上半年單邊向上行情係撤辣之後啟慣性否暖，低基數消復，跨境資金集中流入，同信貸短暫寬鬆共同造成啟短期現象。而家4大核心風險已經逐步到位，之前啟強勢升浪亦開始受到明顯限制。第一，銀行逆市大規模放售銀主盤，用真金白銀確認後市風險。第二，銀行信貸全面收緊，中小企同個人次益貸款門檻明顯提高。第三，內地跨境資金通道全面收緊，最大外部購買力持續退潮。第四，美聯儲加息風險未完全消失，按揭利率維持高位，供樓壓力仍然唔低。各大家後調低預期，市場成交萎縮，上升動能減弱，存量壞賬增加，所有信號都指向同一個結論：2026年香港樓市全年高位，好大機會已經喺上半年出現。下半年整體上升空間明顯收窄，部分板塊高價物業同上映之前
可能會出現較明顯回調。我今日講呢啲唔係要唱淡香港樓市，而係希望大家睇清真實市場週期，唔好俾市場情緒、媒體利好同機構口號牽住走，最後盲目喺高位接貨。對自住買家嚟講，唔好跟風追高，優先揀散轉又穩定、壓力好窮解優質單位，避開高房趕、高移價、高風險戶型。對投資買家嚟講，而家更適合保留現金，以觀望為主，等市場充分調整，風險進一步出清。至於已經持有物業啟業主，就一定要做好散錢遊規劃，預留足夠還盤取備，應對之後利率波動同樓價震盪，避免被動斷供或者俾銀行低價清盤。樓市投資永遠都係認知變現，普通人睇情緒、睇熱度、睇口號，專業資本睇數據、睇風險、睇底層邏輯。當銀行靜靜雞走貨，資金慢慢退潮，普通人如果仲盲目樂觀，最後可能就要承受高位接貨啟大家。最後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下半年香港樓市會繼續升，定會迎來較深調整？如果你手上有香港物業，你會繼續持有定趁機套現？歡迎喺留言區講低你最真實嘅睇法，我哋一齊交流討論。鍾意今集深度樓市拆解，硬核數朱恩飛嘅朋友，記得讚好、訂閱同轉發分享。我會繼續跟進香港樓市最新數據、政策變化同資本動向，帶你更準確把握樓市週期，避開投資大坑。我哋下一集再見。